好啦，各位網友，哇！唔知點解今朝咧，零舍中意教人真係特別大發慈悲喎！果然真係既聰明又善良。嗱，頭先係教啲 hater 咧咁樣搞鳩我啦，今次我教啲發展中國家咧點樣戰勝呢個發達國家。嗱，首先嚟講咧，又講一單嘢先啦，喺開始今日嘅教學之前，嗱話説嚟講咧，佢中國啊，就咧係賣緊咗咧一個所謂激光神劍咧令神盾系統咧，俾個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就聽嗰個支拿咧就困鳩佢啦。支拿講到呢個系統咧係幾咁之勁啊，如何大樹菠蘿啦。咁沙特阿拉伯咧就落搭喎，於是買咗一批就鎮守呢個咧石油嘅重鎮啦。點知後尾俾人翻勾翻，原來嗰個咧系統咧用激光咧係何其咁笨柒嘅。個激光嚟講咧係要聚焦個目標喺個大概要幾廿秒咧先可以咧係成功擊落目標嘅。嗱，利申呢個系統咧防禦乜嘢嘅咧？就喺個支那就號稱係一個防禦呢個咧呢個無人機嘅神器啊！驚講係咩翻嬲翻？大佬你對手係咩啊？你系統對手係無人機啊嘛！大佬你要瞄準個目標幾廿秒，你先可以肥佢落，你先可以所謂開始準備肥佢落嚟嘅。大佬無人機嚟講佢唔係企喺度俾你瞄準，佢咪停喺度俾你瞄準噶嘛？當無人機做完任務破壞完你個地方之後你仲喺度仲喺度戇鳩鳩瞄準，轉嚟轉去瞄準緊個無人機。大佬無人機當如果假如佢有導彈或者有機關槍嘅，都完成咗任務走撚埋啦。而你個機關而家一個防禦系統撞鳩鳩喺瞄準緊嗰個無人機，同你講搞得嚟都射都死啦！你仲要瞄準幾廿秒呢個已經致命傷啦，仲要先開始準備擊落目標喎。其實講真啦，我真係教你哋點樣征服呢個發達國家啦，好撚簡單啫。正所謂用你嘅長處去戰勝人哋嘅短處。人哋開個發達國家係咩就係多左膠啊嘛。咁你班發達國家只用你嗰啲劣質嘅民眾去人哋其他國家殖民嘅，假以時日唔好話戰勝發達國家啦，成個世界都係你㗎啦，係咪咁講係咪學到嘢咧？屌你班咪支那種，你班咪納鳩雜，你班咪伊斯蘭戇鳩垃圾，屌你老味又係。